各位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7月24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篇，撒母耳下传第10章13到19节，约翰福音第4章31到38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收割。伫这礼拜自主管理的中间有一位新人院古早的学者将因的厝来借阮伫这个所在的店。伫因兜的后壁面灶骹的窗仔一看出去，就是真出名的三星葱仔的田，也有几区也未收割的这个田吼。有一天下早起，阮太太做伙伫早起时去伫这个田园行路吼，伫阮住的附近。伫要行倒转来时，差6点钟看到几台货车聚集做伙真大声，乒乒乓乓安尼吼。原本就是因是要喷农药，但是无偌久，当阮倒转来伫厝里食完早顿的时阵，对灶骹咧要清洗这个碗盘，就看到后面有2台这个挂稻仔机，拄开始咧做工作。拄伫后壁面的2区的稻仔田，约无到1点钟，就拢已经完成了吼。我想到过去做兵的时阵，捌协助这个农民收割。迄个时阵，阮叫做亲民助割啦吼，也捌受交代去替这个甘蔗农管4甲外田去甲因帮忙，去甲因收成安尼啦吼。迄个时阵拢是靠人力啦咧收割，还是这个收甘蔗安尼吼。哪有可能安尼1-2天，还是讲1-2点钟就马上一区田就完成吼？我想现代人，甚至这个现代的农民拢也无拄会当了解过去迄种做田迄个辛苦啦吼。亲像迄个歌讲的透早就出门安怎咧巡田等等这的吼。应该的做田的人，就爱家己安尼翻土插这个苗除草、喷药收割拍鼓、拍切等等，这足济一步一步拢照步来甚至咧拍切的时阵规个稻仔田安尼就拢爱伫遐变来变去佫拢会有迄种磨刺的皮肤有诶一寡人会过敏啦你知影讲经过安尼辛苦了后，迄个收成其实是迄个欢喜是无法度形容的啦所以伫古早的农村的所在，还是讲传统的宗教，拢会有一种伫收割了后、收成了后，有一个仪式，就是祭拜天公来感谢天顶这个神明无因为天灾互这个收成受影响所以收成若真济的时阵因就特别去感谢会个安尼办愈青草安尼啦圣经用收割来形容福音的传播甲天国的收成。耶稣基督也用这个来做譬如，教导伊的门徒，明白因的呼召甲因的工作。人种这的册种这的粮食是为着要来食饱，以补足人类这种肉体上的需要。门徒因受邀请，甲耶稣基督做伙食饭，因手中因有通食的物件，所以嘛邀请耶稣做伙食饭。伊若真好奇，耶稣拢无食物件，耶稣借着这个机会，甲因讲这个肉体的食物以外，更较重要的是属灵的食物啦
也是讲耶稣基督面对撒旦的挑战，这个试探的时阵，伊嘛要引用圣经旧约的经文，安尼讲人活着毋是简单靠食米，着靠这个上帝的话吼，所讲一切的话。这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是耶稣是引用着《申命记》第8章第3节，伊讲伊可怜你，互你枵饿，将你甲你列祖所毋捌的玛纳赏赐互你食，互你知人活着毋是简单靠食米，嘛是靠耶和华喙内底所讲一切的话。上帝话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食米，是属灵的食米，也是旧约摩西律法中间所咧提醒的。换一个角度来讲，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这个人就要活着，袂致到枵饿，这是性命的粮食。安尼教导甲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的教导，其实是同一样的。耶稣基督教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讲到性命的活水，这个讲啉袂过水干。伫今仔日后壁段才讲到这个属灵的粮食吼。咱倒转来讲到粮食的部分啦吼，这个问题，粮食是怎样来？当然就是爱做种植嘛吼，爱有收割嘛吼。无有种植，要当有收割；若无努力，要哪有收成？吼！但是就基督教的救恩的角度来讲，这个救恩其实是出自白白互咱的恩典。咱无拄拄是有种植吼，但是咱会当得到迄个救恩，因为上帝已经种植啊啦吼。所以基督教的救恩的角度就真清楚，将这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付出来赏赐予咱。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所讲，只要相信的人就拢要得到这永远的活命啦吼。所以耶稣基督讲恁吼，搁过几个月才是收割的所在吼。我甲恁讲，你看迄区田。农作物已经成熟啊，通收割。收割的人得到报赏，为了永远的性命积聚来果实所栽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一个人栽种，另外一个人收割，这个话是真正的。我找见恁去收割恁无经做的田，别人的辛苦，咱恁享受这个辛苦的成果，这是真特别的讲法。但是对现代的农业来看，好哪亲像是安尼啦吼。种植的人啦吼，伫咧做管理的人啦，还是讲收割的人啦，拢无拄拄是同一个人。但是伫这个参主却会当伫遮得到利益，因为迄是伊拥有的。这对信仰的角度来讲，咱毋是但是这个受利益者，咱也必须爱是一个同工执行者。咱上所得到的这个福分，就是迄个借着耶稣基督赏赐予咱的救恩，将咱所得到的性命的这个收割归荣耀予上帝。毋但安尼尔，耶稣基督嘛甲门徒讲，我的食米就是实行找我来迄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伊交予我的工作。那你去讲基督徒要思考是讲，上帝交予咱的工作是啥物货？咱除了得到伊救恩以外，咱搁爱做啥物货？咱所看到迄现代收割机，一个驾驶人员将所有的收成拢放伫另外一台的货车的顶悬。当然，因这个收割的人，伊也对这个中间得到利益，只不过是所得到的，并毋是因的，是迄个田的所有权的人的。咱嘛是上帝的产业，咱是伊的收割，咱爱为着咱所领受的恩典救恩来献上感谢。